最近诈骗事件是直头发生，尤其是假诈骗、假投资。若这诈骗案即嘛互两岸重新交流。这是刑事局长顶礼拜有带48个人去中国，因是同齐参加研讨会。这嘛是这几年来两岸执法的官员头一届面对面交流，希望要加强合作，抓诈骗。 警方把门撬开抢入去，查到有乌帮4个主嫌经营的早期转销水房，也有跋筊机房。诈骗集团利用面册投资广告，加拉的标股群组鼓励落单，互被害人继续投资，结果经由转回到境外钱包。要诈骗集团伫群组内底加做是投资顾问老师，讲赚真侪钱，造成55名被害人误信离汇款，损失超过大票1亿。我们统计起来呢，成功查获的诈欺集团有217件。 那嫌犯有1076个人，那新台币统计起来，全省这一次行动查获1亿3580万元。诈骗手法一直更新，政府算是打击诈骗决心，也借助和两岸共同打击诈骗，重新启动交流。海峡两岸甲香港、澳门经合研讨会是两岸执法机关多年前建立的交流平台。最近因疫情中断实体会议，顶礼拜伫中国恢复举行，由刑事局长就尤伟顺领，做执法单位总共48人出席。 是近年来两岸4地执法官员头一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，也希望加强合作。衍生许多的一个跨境犯罪，那急需要海峡两岸的警方呢来进行跨境的一个合作，来共同打击犯罪。那本局也将会持续的努力来推动海峡两岸的合作。 另外，最近境外诈骗的电话真多 ，NCC 讲5月对着电话开头是+886控98疑似诈骗的电话进行阻挡。 这个阻挡率达到98.05%，也观察到165报告的电话被诈骗的数量对5月1600案减少将近一半，下降到7月823案。也推出行动语音的国际语音警示服务，有加9个中旬上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